想喺九龍西揾一個有面又有機會賺到錢嘅甲級商廈。跟住落嚟，我會推介俾大家永康街83號。咁交通方面呢，亦非常便利。而從荔枝角地鐵站步行到永康街83號，都只係需要5分鐘嘅路程。新世界嘅全新傑作，除咗甲級用料上乘唔再講，咁價錢呢比原價足足平咗2倍幾有多。一齊跟我望下。大堂全落地玻璃設計，仲採用智能閘機，讓大堂整體環境更顯高端。而單位設計方正實用，仲自帶高架地台同假天花。咁單位面積從500幾尺至到全層嘅接近2萬尺 ，size 任君選擇。想體驗樓，請即刻聯絡我，帶你親身體驗。